接下來看呢兩個專題，伊能做嘅事情係來自對陸客人嘅愛。以上係為到每日可以一間咖啡店，一個呢係為老公來做手工分揀。請伊8年前同老公帶恁來每日對新竹西亞島中華婚宴，可以一間咖啡店。裡面發現到一個中華婚宴，原來也有許多位客人咯，唔過家家都唔會講客嘅。請伊一路決定呢，愛同當地聽親近客家文化，伊同朋友成立嘅苗栗海神客家協會，和開辦教講客。後面20世紀嘅伊，和喺當地推廣貼鼓芭汀藝術，也加入俾客家元素。故所以個浪漫呢，歐洲式咖啡店加添嘅客家味。用講開咖啡館係為到乜嘢呢？聽下來了解。新村和諧建設都係當時嘅化為長歌文的哦。嘅新村唔好嘅時節吼，你見到久嘅時，嘅新村吼自然吼有轉變，有變到講當順調啊樣嘅，你就覺得說，你的人生真的是很有另外一片的美的天空在裡面。講到創作嘅過程。請伊就像有講唔熟的故，藝術唔但唱嘅藝術天天，對佢來講係生活當中嘅美好。佢做的是上非常東西啊，所以講喺燒烤嗰時陣吼，你慢慢來燒，你後細地來燒，你後唔係咁，唔係按太片啊。用剪刀將伊地地發布風景圖剪下來，比好睇勢。韓國看好為標地愛點嚟嘅內搭嘅，搭地布為經過舊水處理過後，就做得開心樣嘅。日後藝術就會對歐洲傳過來嘅貼鼓芭汀，一般係用油塗嘅包裝紙，也係純金紙風景圖剪下來點，這意義係使用嚟發布，故所日後藝術加嘅都有客家味。到處都會教我吼，會傾得見。你去到你了對話又好，有個生動的感覺的時間吼，你是好是做得停止的，因為有啲東西是強度嘛唔好啦。對盤呢，面子黑嘅、做路都愛點嘅夜頭，都可以請意義嘅創作。快鐵嘅用得嚟嘅家器，也係生活中會用到嘅東西。國家嘅書就全部共用誒，但是都繼續使用，那個生命在於延續，就這個一種嘅環保意識啦。其實對了，為什麼是提倡了環保啦？種東西莫打傷，繼續做，繼續用啊樣嘅啦。特別是陣是會上你心感度啊，你所有上講你了對話嘅方向。吼，佢向日頭是像呢度對生命嘅想法吼，搭對話我就想法啦，唔好講是搭落去，天天啦。請伊同做夢想嘅老公也重疊，一溜嚟來就可以去將人嘅總方案嚟來做。有一擺機會看到中華婚宴嘅天同講義，故所見天伊個客人對新竹曬客氣。條蝦馬唔數天馬，在天兒單單都會講好多話，知道唔啲運用嘅交俾賬號。下後請伊天天嚟發現到咧，原來婚宴沒有遇到嘅客人，故所同朋友向下成立咧客家協會。應當是講，人開始我哋又唔啲講了順條客家人啦，因為我哋屋卡是我哋韓風嘅是睇啲講客好多，到屋卡。窮下時間攏講客，冇外人嘅啲時間我都攏講客嘛，所以嗰時路過人看到講，你都客人咯，我都用啲同了只裝條按到客人啦，差唔多係生幾人嘅，佢幾多時都忙嗌講叫唔都用中文講客，你對客家文化因為當了解，我係啊，我從細大客家莊，所以我當了解啊，人開始慢慢先啲就協會開始是按樣樣做起來。請伊是做過苗栗海順客家協會嘅總幹事，未開課教客話。第28年嘅時間，要見來見到嘅歡迎人係講客咧，每日見人對客家文化有會感情。因為外莊咧強調เรา講嘅文化吼，
记得不见太无接受啊，学假的啊。安尼用了环境本记得是慢慢接受啊。我种来到了达无吼，实在讲头2、3年是冇去好改种的，在了发展到生存嘛。所以讲我得一步一步呢想办法讲，用半年本怎么样让你先爱上我？等于爱同爱时间，我用弟讲哦，我给你这个东西，你才会去接受。他很省。对佢嚟講，除咗為要行較容易了解到生活空嘅層層美感，咪希望唔到啲嘅留客家文化傳承下去。所以你会觉得它这个花在4个面哈，随时它都是在开的，它是很缤纷的，就等于让你有文化传承的意思，就是说多面向去看，多面向去看这个文化，就不要单向去看这件我们的要传承我们的所有东西就很难。詳細看啊，請意義點俾素材，主題有各種嘅花，含可內到南威嘅主角寫天使，每一件作品都看得出佢有幾像模樣。這個就是人家係嗰種誒薰衣草仙子哈。我今天這個園地係味道嘛，啥味道啱模樣，經用半年對條社會生存，因為佢係一點點嘅輕度智障哈，所以你冇會變放棄佢，所以。我從頭到佢講，你要記得，做嘅係阿鳳可能阿鳳用半年吹，你一定冇變收，一定冇，所以佢樣做得對了太低嘅生存地位都記了記法係咪最堅強嘅，吼，所以我希望講，雖然當簡單嘅藝術，但是就講佢故事性，佢精神都來位。半年前，車意義同家老公搬到中華江下，就決定愛為到每日開一間咖啡館，希望未來每日做得有意嘅安全嘅工作場所。要考慮講係每日佢本身吼，都適應嘅時就要發燒高推嘛吼，佢嘅智商老人比起來吼，變好差啦，出去摸杯愛老人大病可能。有好犀利啲嘅，我就想講無不卡總下嚟本每日嚟看吼，嚟開咖啡館啊，比只條路好做啊，一間歐式浪漫風格嘅咖啡館，現在就看得到眾人嘅創意。也東方嘅係規劃客人向下設計嘅，目上還有草根嘅部分係用松葉同奶葉打造嘅。別看佢講嘅東西係車意義嘅用心創作，第一按溫馨嘅咖啡館度，感受得到伊沃卡西生意有經驗證，看到你會感動。對其他啲來講，也係佢平常嘅，唔過真幸福。